大家好，我係 TCL K-Train 大師，歡迎嚟到港之港第40集。我今日會介紹嘅係北角站。北角站顏色為橙色，位於東區英皇道、糖水道及琴行街交界，於1985年5月31日啟用，係將軍澳綫嘅港島總站。北角站有4層高及設有4個月台，採用非開放式嘅倒式搭式月台。兩線月台之間距離較遠，轉車乘客需要步行一段距離先可以到達對面月台，但仍然遠較鰂魚涌站轉車方便。同其他港島綫地底車站一樣，呢個站港島綫月台嘅弧形焗漆板印有書法大字，以減輕圓管型月台對乘客產生嘅壓迫感。相隔10多年後啟用嘅將軍澳綫月台同港島綫月台同屬圓管型月台，不過前者其直徑較大而曲率較少。北角站設有一個大堂喺樂家中心地底，大堂入出閘動線以客務中心分隔，兩者各有扶手電梯通往月台，另有通道喺客務中心後面連接兩區。北角站共設有8個出入口，分別係往渣華道嘅1至4出口及往英皇道嘅 B1 至 B4 出口，其中 B2 出口連接麥當勞，而 A3 出口直接通往國賓商場地庫。由於該商場地庫以單一商鋪形式出租，故該出口嘅開放時間取決於該店嘅營業時間。只服務單一店鋪而唔係貫穿商場通道範圍嘅出口喺港鐵網絡中頗為罕見。有5組車站藝術品設置喺車站嘅唔同位置，作品標題分別係夢幻之旅、快宜安、雨後太陽潮水、彩綢舞同四季。北角站鄰近多個私人樓宇、商場以及學校等，所以喺一日內嘅唔同時間都有唔少乘客使用車站。2001年後，北角站成為一個轉乘站，使用量因而直線攀升，係人流最多嘅轉乘站之一。北角站早喺1967年發表嘅《香港集體運輸研究》已經喺地鐵港島綫嘅規劃當中。該計劃以及1970年發表嘅集體運輸計劃總報告書提議興建嘅北角站，位置皆同現今嘅北角站相近。1980年12月港督會同行政局批准興建嘅港島綫方案，將北角站略向東擴展，改為分上下兩層設2個側式月台。北角站喺1983年3月動工，而1985年5月31日港島綫通車，北角站亦同步啟用。受制於鰂魚涌站設計，自觀塘綫過海延伸至鰂魚涌起，鰂魚涌站嘅使用量迅速超出預算。港府喺1994年鐵路發展策略中已經提出增設多一個轉綫站，以舒緩鰂魚涌站嘅擠擁問題，並應付日後將軍澳綫帶嚟嘅額外轉綫人流。鐵路發展策略建議天后站成為額外轉綫站，後來地鐵轉移提議將觀塘綫延長至北角站，同港島綫進行跨月台轉車，以便提供效率高、容量大嘅轉綫安排。舒緩鰂魚涌乘客擠塞工程喺1997年9月動工，工程喺2001年竣工。北角站新增部分喺9月27日下午3點正式開始運作，亦代表觀塘綫由鰂魚涌延長至北角。但將軍澳支綫啟用後，新建嘅路段連同原有東區海底隧道鐵路段，即會撥歸將軍澳綫。地鐵公司2000年6月宣布喺當時3條營運中路線嘅地底車站加裝月台幕門。呢個站港島綫月台喺2004年完成安裝月台幕門。今日北角站嘅介紹就完到呢度，下集我會講鰂魚涌站，未完待續。